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3年的2月20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8篇第17节到20节，52节到55节，出埃及记33章第7节到23节，使徒行传第7章30节到34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应许。上帝差遣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领导者，是因为上帝应许赐下救恩。当以色列人在为奴的困苦中的时候，哀求上帝的拯救，上帝就拣选了一位最不可能的人选来带领他们，因为上帝应许他们赐下拯救。我们就说过，摩西与以色列人并不都很认识上帝，也因此，虽然摩西他受到上帝的呼召，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导者，他仍然不太明白如何的带领以色列人，如何的往前走，要往哪里走。他就问上帝说，圣经记载，摩西对上主说，你却曾吩咐我领人民到那地方去，却没有指示我要派遣谁跟我去。你说过你了解我，也喜欢我，那么求你把你的计划指示我，使我能够侍奉你，继续在你眼前蒙恩。求你记得这民族是属于自己的。上帝就回应摩西说，我要亲自和你一道去，使你安心。这是上帝的应许，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的应许，透过摩西的受差遣。摩西又跟上帝这样说，摩西回答，如果你不亲自与我们一道去，求你不叫我们离开此地。倘若你不与我们同去，谁知道我和你的子民在你的眼前蒙恩，在你的同在使我们跟世上的民族有所区别。由此我们知道，摩西真的不很明白上帝的旨意与应许，因此他仍然存疑的、担忧的，所以他才会说，如果你不亲自与我们同去，求你不要叫我们离开此地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不离开就是最没有挑战性、最没有困难的，最不必如同亚伯拉罕一样，受了呼召需要离开本族本地父家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摩西他所不明白的是，当上帝在呼召他以后，就是他实践与上帝给他的应许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上帝必然要与他同行。我们看到上帝又继续这样子的对摩西来跟他对话。上帝说，我要照你所求的，因为我了解你，
也喜欢你。上帝应许拯救以色列人，也差遣了摩西成为救恩的仆人。即便摩西不太明白上帝的应许，也不曾离开。就算摩西对上帝的应许有非分的要求，他想要以这个看见上帝的荣耀作为证据，但上帝仍然让他看见，但不是亲眼的看见，让他去体验。圣经记载，于是摩西说：“求你让我看见你的荣耀。”上主回答：“我要使我所有的光辉在你的面前经过，并宣告我的圣名。我是上主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体恤谁就体恤谁。我不让你看见我的面容，因为看见我的人都不能存活。但在我旁边有一个地方，你可以站在那里的磐石上。当我的荣耀经过的时候，我会把你放在岩洞里，用我的手遮掩你。等我过去，然后要收回我的手，你会看见我的背，却看不见我的面容。”在使徒行传第7章，我们看到司提反被捕做抗辩的时候，他这样说道：“摩西在旷野遇见向他显现的上帝的时候，非常的害怕，因为这不是一个对摩西来说，这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。他也从来没有想过，他逃离了埃及，又在旷野的生活的地方，还会遇见上帝的呼召，并且是需要回到埃及去带领一群可能非常讨厌他的人来出埃及。上帝他呼召摩西的时候这样说道：“我是你祖先的上帝，就是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上帝。”上帝进一步告诉战战兢兢害怕的摩西说：“脱掉你的鞋子，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。我的子民在埃及所受的苦难，我都清楚地看见了。我也听见他们的呻吟，我下来要解救他们。你来，我要差遣你到埃及去。”上帝他应许要赐福，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坚定的相信并且跟随，否则的话，我们就会看不到上帝的荣光，无法经历上帝的应许以及救恩。如同司提反的勇敢志气一样，他虽然被抓，即将被处于极刑，但是他仍然坚定地诉说并见证上帝的应许，因为他明白自己的呼召就是将上帝的应许传扬给还没有得救的人。基督徒的我们也应当如此，明白我们的呼召，清楚上帝的旨意，不需担忧，只需要尽心尽力的服侍上帝，就必得应许。诗篇78篇17节到20节，52节到55节。可是他们仍继续得罪上帝，在旷野背叛至高者。
他们故意试探上帝，索取他们所需要的食物。他们冒犯上帝，上帝在旷野摆设筵席吗？他固然击打磐石，使水如泉涌滚滚涌出，可是他能够供给我们粮食，为他的子民预备肉食吗？后来他向牧者领出自己的子民，引导他们经过旷野，他带领他们安全无惊无忧，他们的仇敌却被海水淹没了。他带他们来到他的圣地，到他亲自征服的山。他在他子民面前赶走了异族，把土地分配给以色列各支族，把异族的家给了自己的子民。谢谢上帝赐给我们应许，保守赐福我们，让我们因为相信来得救。求主帮助我们学习坚定的依靠，不让困难胜过，因为你已经应许必要实践。祷告感谢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